88蚊一煲，清遠嘅雞煲市場又要變天啦！今日嚟到下南村雞煲，哇！呢啲雞先食得過㗎。88蚊一大煲，價格真係實惠，份量2-3個人都夠晒食。鴨煲端上嚟嘅一瞬間，打開隻蓋，哇！嗰隻香味撲面而嚟啊！入邊嘅雞肉色澤誘人，每一嚿雞肉都包裹住秘製醬汁，鹹香之中帶住一絲嘅甜味。配地嘅雞肉咧係正宗清遠雞，現點現湯，肉質非常緊實。有條件嘅朋友直接上我哋嘅榴蓮雞煲，更鮮甜更香咯。你睇呢啲榴蓮好似我拳頭咁大隻嘅，隔住屏幕我依家都流緊口水。呢間係一間專門做清遠鴨煲雞嘅店，本地人都會嚟打卡，呢個味道真係得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